我讲怕啦，下晡无煮，伊讲要过来食饭，我要倒来困，倒来困。那个橄榄油，想要青蛙汤底，迄太肥也不好看。对。对，我会关关啊，安尼就是上。哎呀，新乳酪。好，再3年就给他，再3年就给他进来就好了，他会给你过啊。可以的，可以过啦。你就袂晓了。好啦，无紧啦，看安怎开着，安怎往这个。不，你小等用这菜价出去买菜好啦，无啦，安怎？还有你懂吗？好，推得进来。当方便啦，你方便就好了。拢讲无啥物。哦，无啦，伊要讲伊要可能快几啊块。哎呀，青菜，公园那个停车场，刚好从那边绕进来就知道。他那个大门对你方便的哈。哎呀，护障不能进来，不然那个是捷径。你若要过，引导是多少钱嘛？没啊，头前。敢是买去啊？没去啊。走转。出去。真的爱到知影走大呢。这行啊，拢有通弄出。啊，这个大只，迄是外劳的某。怪啦。哦，伊钓，种钓红真久啊。这嘛无啊哈，啊，人伊 Google 了就知影。哦，今这片。恁台中啊，即马房价嘛真悬啊呢。椰子诶，椰早伊那好利拢足好。阮小叶小凤迄拢乌白来。本趟车资共2，欢迎使用250。那个16。爱个来165安尼啊，嘿啊，我就甲你讲。8、10。马币8元。真的，哇，这么好哦！有假装的。酸啊？对呀。这么早叫？对呀。谁叫啊？我是啊。客家行开啊，唔对。真的，啊，我还买碗粿呢。好啊，谢谢。好啦，豆豆仔行，豆豆仔行。上去没上去？上去就洗了，有人洗了。有啦，我甲你洗，我甲你洗。好，OK，我要洗头。开了市场，不能进。真的很难看，好像我就觉得很老啊。对的，没有，那是很年轻的样式的。他啊，我还有个就贵的哦，我跟他讲，雪楼康网面包，保全面包，要不要吃面包？楼下就有在卖，很好吃哦，他们家。你看我面包，而且今麦拢，我本身袂爱食。我1个月2个月安尼，你看我到消费，我才消费啊，我这今年拢破。又还没画好，你要拍。我妆还没好，还没画这么漂亮。拍半成品。袂无聊，啊，又有学习，真的。我买25块，所以我真水啊。很棒哎。真厉害，我就无兴趣。爱找家己有兴趣的，对吧？啊，大姐你的兴趣是啥物？我就较爱安尼按摩啦、拉筋啦。哦，按摩拉筋。摕钱去互开迄啦。按摩足舒服的呢。我礼拜两放。哦，你意思讲搁较刻的艺术的款哦，会关关啊，安尼就是上去。你自己看啊，他那些阮一个当年嘛问伊就讲，
啊，你就说好废话都不讲。无啊，我阿祖在我交工要改，等一下，无白啊。哦，伊无爱个。内心的来。是要青蛙汤底，迄是哦。太肥也不好看。好安尼看袂顺顺啊吼，好热的就好。对。莫有安尼发角啊啥，我拢袂啊。迄种看起来足歹。而且眉头哈，还柔柔的。无安尼唱那长。你喜欢无？无。洗醒之后才能敷麻药。看，我觉得我白白较会动，不过水豚还好。吃那水煮蛋啊。很营养啦，这鸡蛋很营养。我老公煮那个茶叶蛋很好吃啊。茶叶蛋我没有做过。水煮蛋很好吃。水煮蛋。水煮蛋也是水煮蛋的味道。车身。对，不要紧，慢慢的哈。啊，大概就好去啊。咱应该讲要条啊，热天来的，不是时候。我上好跟他讲。等一下我分给太太。这个都吃不完了。那个没有关系，对身体。这个饭呢？哦，好啊，分了，分的。饭。啊？是不是？makan dulu ya。你平常爱走路？没有。我说你平常要运动。我很少出去。不行，真的要运动。我的下晡吃饱了后去行行。我来不痛。我ini tuh dibius。还没变。多住几天。对啊，一趟来，嘿啊，恁真久。学生很多。高中毕业啊，对吧？不是干咱是补校毕业。哦，恁是补校毕业。而且你麻药较会退，我动作要紧的啊。而且今仔要补密一点，所以我们加酒。这个蛙给呀。很用命啊妈，如果很用命好吃。热热的。热热。谁教你的？好不好吃？有高丽菜，有菜，有豆干。有梅干菜。梅干，这个梅干吗？比较少了。过来一点。我吃梅干菜。这个是梅干，是海带。梅干。梅干菜。不是海带。梅干菜。梅干菜。小心。我你嘛就只快没电了，靠呀！我讲哪样啦？下晡无煮，伊讲要过来食饭，我无煮。我要等下困，后要叫你再加点。好吃啊，三个饭也好吃。在这。你吃，你吃。他也吃了一个。是炸鸡。
它的炸鸡很好吃，啊，难吃哦。很好吃。哎，像这个东西做的很清洁，锅油哎，哎呀，它也不是黑锅油，不知道哎，不是黑锅油。无死的袂送，我一吃就知道。这种无死的袂送。一定要死的。姑姑有鸡肉吗？鸡肉1块。有啊。哦，它也有。哦，要分给姑姑。改天要吃饭。不要了。不要。不要吃冬粉。菜。好了，不要放了，对，吃饱了。它的饭也很好吃，很 Q。对啊，它的饭很好吃啊。把忘记做给你加辣椒。没有。忘记叫老板要一直对对加辣椒。不用啦，这样可以。是吧？忘记了。什么辣椒一定有。哎呀。我今天那个菜洗得很干。以前我们有去吃过的那个。有你嘛水，你嘛有橄榄油对吧？有啊。对啊。还不要油啊。那个，还有那个橄榄油放到牛肉下面，炒炒，那个下去。哎，阿公不喜欢香油。本来是要加一点香油，它才香。阿公不喜欢。迄老肉饭嘛，拢是安尼食的。是啊。你咧汤路边迄个啊？摆卡烧啊，摆卡的哦。然后你做啦，小挂啦。也很好吃啊。非常好。啊，潮水啊。潮水啊，非常肉。啊，新妇刚才做。水田你的水田拢技术袂歹，人早来叫，甲安怎摇的吼，才来甲叫。较稳态。我若要煮两箱，我讲别煮，可以呢。这间的滋味我好吃，啊饭又好吃，就不管大人少。阿妈就会点那个啊，油条就好。无啊，阿妈去熟啊。阿妈。油条去啊。哎，那个油很漂亮。对。哦，我拢食这个回锅油酱，足厉害，所以我足爱料的这样。但是价位都好的，对。但是价位比较贵的。价位贵啊，价位它好了，人阮哦，当阮这个三号人要讲给食一个，小小的哦，好吃，好吃呢。我每个青菜我都很喜欢吃。哦，卤泡菜。泡菜要下去炒。好吃。若说伊家生，家种菜头家生。腌的是腌咸的。因讲爱冰哦，有这拢无油炸啥物件哦。好啊，你才摕用盐的生，你我摕2担咧冰箱的。嘿呐，才摕菜。怎啊生？即摆摕出来爱小切一个浸水，再来煎菜包。对。我拢煎菜包。有切无？你上次跟我讲很怕痛，你这次忍耐。我有忍耐。你真的蛮忍的。你看着没头没尾，还有宽度够不够？爱漂亮是忍耐，这样，因为要漂亮。没有看到。因为我即摆吼，无看目镜，我无看。来，你把这个小起者。头你甲我看下，这个眉头你甲我看。伊这边那弄遐长。无。
前面是，你看一下，你看看，可以再几针啦。这边，对，再一点点，哎，加一点点，一点点哈。我看应该创一个才回来。不会，那长度差不多。每个人的脸不一样。对，落去会哦，会较短。哎，你中岛还没吃呢，那个设计师。那个打散光，我无散光哦。你看没头没尾。开安尼哦，对啊，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，哦痛，你刚刚有受伤啊。没。我知道了嘛，这个太高，我不能太高。安尼较平较要快，无你麻药会退。我现在麻药。我换新的，你一个人就是一支，用掉就丢掉。那之前我酒精都有消毒过，因为卫生安全很重要。现在奶奶对面里向买一寡前麦，也是。老开这边好没？我保存了。Jam 2 ya. 我就买这个，我就换这个。是啊，湿了会痛啦。你都唔捌，你姑姑以前当美容师的呢，你这痛啦。它轻轻的啦，要弄湿湿再拔啦。要这样子才不会痛啦。我不知道姑姑妈妈没有自己弄。啊，这个眉毛怎么自己弄？我不会。我以前是学化妆的啦。给他画新浓妆啦。做年的啦，画新浓妆。哇，厉害！像你安尼甲贴起来，是你唔就痛死。这个药是很重要。很重要，他说一天要擦2次。等一下他要给太太了。晚上他要给太太。等一下太太给太太卫生纸跟这个。我们家里我有带一瓶来。我上次买2瓶，我有带一瓶来。太太，我们再擦，我们再擦完了再叫收小费。谢谢。我擦好了。拿起来，而且药膏都擦好了。对。你怎么那么专业？我是做美容师的呢。欠债还。无，我较早嘛做美容师的啦。真的哦。小姐的时候，原来是。肚子。我都无摸，伊就要搞要把风，他很厉害。好像高丽菜。我在我们那边洗。这就可以了。拢没了啊。都没了，好方便哦。这蛮对的，钱方便，钱。Nggak mau bawa tas berat.
这个是会拉肚子。不是，我是给他吃。外面是什么东西？它其实就是那个粉呐、奶粉。不是奶粉，这是奶粉这个是香甜那个奶香那个甜的啦。甜，不要。我买那个台包什么台包？里面什么东西？没有东西。这个焦糖花旗呀，这个没有，这个鲜奶啦，里面没有东西。我放这里啊。在那边有那个什么布丁？哎呀，巴黎布丁啦，那这个手工奶酪啦，那这个奶糖，手工奶什么？啊，你不是摕一盒手工奶酪，没有的，这个是什么？不知道哎，他写什么？乳酪蛋糕哦，新乳酪。气死乳酪，气死乳酪。不要。哎呀。哦。这里有很多饼干。好了，对，这个给我。哎呀妈，怎么都这样哦？买那么多。OK。开门一下。我吃肉松，我拜。这个呢？这个没吧？跟自己剪。对啊，你像我摕来练吧，炒青姜就好啊，对不？炒青姜甲豆油碎了。系啊，你嘛会配饭的嘛，炸便当的，对不？我炸便当啊，本来爱炸，那边。小心啊！爸。快看来了。应该先拍你啦，2手啊，第无应该先拍3手。